的儿啊！妈妈从来没有想过，你要的是这些呀！魏宁凯南，24岁，是让一个快递员的面包车给撞飞了。他是他们那个小村庄出的第一个大学生，外表光鲜亮丽，和内心的忧郁不安，同时混乱地存在于他的身上。突如其来的肺病戳破了他的伪装，他必须服用大量的药物，而副作用令他头脑昏沉，精神恍惚。警方怀疑这场车祸不只是意外，而是魏宁凯本人因长期服药导致出现幻觉而发生的事故。你还记得凯凯6岁生日那天吗？他看上了一个游戏机，看见咱俩的眼神，他又放回去了。儿啊，我要你懂事，要你出人头地，要你拼命的往上爬，可妈就是没有你怎么做个小孩啊！麻烦您转告一下他，他之前面试的园艺师通过了第3轮面试，已经被我们公司正式录用了。我的儿啊！妈妈从来没有想过，你要的是这些呀！